大家好啊！我哋而家今日咧又嚟到呢個藝術陪伴嘅節目啦。我哋今日咧揾到一個社工係碩士班嘅以琪老師喺度嗱，同大家打下招呼。大家好啊，我叫以琪啊。咁咧其實好多人咧就係咧讀社工都係讀到大學嘅啫，好少人讀到碩士嘅。咁咧又係香港人嚟嘅喎，嚟到台灣。咁我哋咧我就對佢好有興趣啦，想問一問佢究竟佢嘅背景係點樣？你可唔可以自我介紹啊？之前讀大學之前就喺香港度生活啦，跟住之後大學嚟到台灣嘅時候就係讀幼教系啦。但係點解會突然之間變咗做社工系？係因為其實一直都對社工有啲興趣嘅，但係之前大學報嘅時候 test 太忙啦，冇機會，所以就諗住master 又有機會嘅時候，所以就往上讀咯。讀上去嘅時候發現原來入面係除咗幫到人之外，原來係仲有好多嘢去學，譬如啲理論啊，點樣運到日常生活度啊，點樣去幫到人哋，例如點樣去溝通啊，點樣去了解佢內在嘅問題，然之後針對呢啲問題去建立一個評估嘅方案去幫佢哋咯。咁所以你大學唔係讀社工？唔係啊，讀幼兒教育。咁啊更加好添，更加即係多方面。而家都即係興多功能啊，多即係跨越知識嘅一個科系咁樣啦。好，咁響你讀社工碩士嘅時候咧，你係點樣去決定讀呢一個科目㗎？因為本身係揀呢一科嘅時候，因為對自己對精神健康有啲興趣啦。喺香港嘅時候，其實係讀HMSC 啦，係入面又包括啲精神健康嘅部分咯，即係範圍好廣。接觸到呢個部分嘅時候，就覺得原來精神健康接觸佢哋嘅時候，就發現佢哋同想像中嘅唔一樣咯。大家都會好標籤化佢哋咯，所以揀讀呢一科嘅時候，係因為想決定係做一個醫務社工，去幫佢哋去污名化。即係本來係有關方面嘅接觸，跟住就想讀。咁你讀咗差唔多幾年㗎啦，係嘛？今年係第三年。第三年，咁你個感受如何啊？我覺得呢一個助人技巧嘅工作其實真係好好咯，因為尤其是而家去面對啲僑生啊，其實佢哋嚟呢度嘅時候，佢哋有好多心理上嘅困難，例如孤獨感啊、生涯規劃方面，其實佢哋都好迷茫咯。但係要點樣去幫助佢哋，其實好難咯。你俾嘅只可以俾一啲支持同陪伴佢哋咯，令到佢哋覺得其實佢哋喺呢度除咗融入唔到之外，其實我哋要揾一啲方法去幫助佢哋點樣融入咯。例如而家有啲僑聯會啊，學校入面嘅僑聯會其實可以幫助呢啲僑生去融入到學校嘅生活咯，仲可以俾一啲建立一啲支持系統俾佢哋解決日常生活嘅困難。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咩叫僑生啊？僑生就係喺唔屬於台灣人，跟住嚟到外國讀書咯，例如馬來西亞、香港、澳門嗰啲，全部都係叫僑生咯，即係多國語言咯，除咗中文之外，即係用本來嘅本土語言。原來如此。係啊，因為咧我喺學校咧都係同一啲僑生啦，即係你頭先講僑生啦做藝術治療，咁發覺佢哋學完呢個藝術治療之後咧，佢哋好似咧減少咗。即係去酒吧啊、飲酒啊、飲醉酒啊，咁呢啲咁嘅行為，咁啊好似成個學期咧都係好順利啊！咁未來你嘅志願都係想繼續從事有關於社工嘅工作嗎？係啊。例如咧，可唔可以講啲實際啲嘅例子？例如就係可能就係喺僑生呢一方面，因為初步都有了解啦，所以未來一方面應該就係往呢個方面去走啦，去幫助佢哋點樣去更加適應台灣嘅生活咯，同埋係點樣去協助佢哋走出呢啲困境咯。因為好似有啲僑生真係一嚟到，可能唔夠一個禮拜就即刻翻去咯，又或者係有啲心理上嘅問題，會有自殺嘅傾向，所以就諗下點樣幫助佢哋咯。你意思即係你都會希望留喺台灣生活，咁跟住就幫助啲僑生繼續適應呢個台灣社會。哇，好有意義嘅一個生活啊！我見你啲國語都非常之好，咁想問下你咧，譬如你響社工呢方面響即係咁多年啊，3年啊，讀咗3年，咁有冇啲即係讓你感動嘅地方，或者讓你覺得即係好想繼續努力嘅地方咧？
如果係想努力嘅地方，應該係支持系統咯，因為發現而家好多嘅學生都係支持系統好薄弱咯，即係可能身邊有好多朋友咁樣同佢哋喺埋一齊，但係根本就冇一個可以同佢直接去表達佢哋自己內心嘅想法咯，所以我覺得支持系統其實對而家嘅青少年嚟講呢個階段好重要咯。咁你自己曾經讀社工有冇啲咩感動嘅地方啊？感動嘅話，可能就係、有人幫我嘅時候，我可以即刻揾到咯。即係佢哋唔會好推託，就係話咩我而家唔得閒啊，反而係你一有事我就出嚟幫你咁樣咯。即係好似可能有啲課程咧，隨叫隨到。係啊，即係好似有啲課程咧，老師可能會講台語啦，你可能對呢一方面你又唔係好識喎，跟住你上堂可能要騷擾下隔離嘅同學，問佢呢個老師點解啊，係咩意思啊？即係可能你要咁樣去一陣去麻煩人哋，但係人哋都會好有耐心去同你講呢樣嘢係咩意思啊，跟住又教你一步一步咁樣嚟咯。呢個係令我最感動嘅地方咯。咁除咗呢方面，你曾經有冇即係接觸過一啲個案啊，或者使到佢哋變成更加好嘅一個經驗啊？如果喺台灣嘅話就冇，但係喺香港嘅話，我之前有個朋友係一個拒學嘅青少年啦，因為佢覺得自己好肥啦，跟住又冇啲咩支持系統，又覺得自信心又唔係好夠啊，所以佢有半個學期都唔返學咯。所以我就一直喺度揾佢啦。最後我覺得單憑我自己嘅力量唔夠，所以我就去學校度揾啲老師睇下有冇啲咩方法幫助佢哋咯。到最後佢克服咗困難，即係繼續返學，繼續佢嘅學業咁樣咯。哇！即係好成功嚇。係啊。係啊，咁即係怪唔知你有咁嘅信心去幫人啦。咁你個家庭環境裏面，你會唔會覺得，因為都係你一個幸福嘅家庭長大嘅一個孩子咧，所以想幫助人咧？我都覺得係啊，即係如果你喺一個氣氛好嘅家庭環境入面成長，其實對你自己人格發展都有啲一定嘅幫助咯。你覺得你爸爸媽媽或者兄弟姊妹嗰個氣氛係點樣㗎？生活嘅氣氛或者係環境啊？佢哋係會俾啲愛同關懷俾我咯，即係可能佢哋一察覺到我嘅問題，而唔係去鬧我咯，而係同我一齊去面對呢個問題，去同我溝通咯。即係可能佢哋自己犯錯嘅時候，可能有啲問題係佢哋自己形成嘅，但係佢哋唔會將啲矛頭對向我，而係同我耐心去溝通同分析呢樣嘢咯。佢哋工作上嘅壓力都會同我去講，好似朋友咁樣相處咯。所以我覺得可能都係同屋企嘅氛圍有關。咁如果未來你遇到一啲人，佢個內心好受傷嘅，或者係個家庭環境都非常之惡劣嘅，咁樣你會唔會覺得，即係你同佢接觸，你去幫佢，你會唔會都會感受到無能為力啊咁樣㗎？但係逆境入面都會有轉機㗎嘛，所以讀社工就係你要喺逆境入面點樣去幫助呢啲個案，去揾出呢啲正向嘅方面去幫佢哋有一個新嘅生活咯。咁目前嚟講，你有冇碰到呢啲咁嘅困難啊？即係好難幫嘅呢個人，咁跟住哇點樣都做唔到啲咩嘢，無能為力。目前冇咯，我覺得未遇到啦，可能職場上可能會有。喂，呢個就真係好幸福。咁譬如而家咁嘅香港啊、澳門都好多憂鬱嘅年輕人啊，或者想自殺嘅年輕人，你有啲咩嘢嘅即係忠告啊，或者有啲咩勸喻，希望佢哋可以即係重新睇翻你嘅社會，或者睇翻你嘅人生啦。我覺得唔好成日都將自己諗成係自己一個人咯，自己一個力量係做唔到啲咩，但係你可以諗下，其實你有好多同行嘅人咯，有一個同行人，佢哋令到你成長或者陪伴你嘅話會好一啲咯，唔需要將啲嘢收埋埋，你可以分享，可以去宣泄自己嘅情緒。你對於藝術治療有冇啲認識㗎？藝術治療，我對小朋友方面可能會有少少咯，但係唔多咯接觸。因為你頭先講宣泄，可能用藝術治療嘅方式去宣泄會更加好啦。好，咁最後呢，我想問下你，萬一呢個社會更加需要更多社工嘅話，你又會點樣去鼓勵啲年青人呢？喺呢個社工呢個行業裏面呢，更加嘅努力，或者係更加想知道更多社工嘅嘢啦。我覺得佢哋要先確立到自己嘅目標先咯，要了解到呢個社會究竟發生咗啲咩事先咯，唔係第一時間同自己講你做唔到咯，而係講你可以去做到呢樣嘢咯。
所以咧我哋覺得就話你能夠做到哦，you can do it 係咪？咁我哋一齊講呢個 slogan 好冇 ？You can do it 啊！準備1、2、3。You can do it。好啦，今次個訪問咧到呢度啦，多謝你。咁一陣間咧，我哋就會一個 You can do it 嘅一個音樂治療嘅，咁就會俾大家嘅。咁啊，多謝大家嘅收聽，我哋同大家講拜拜啊！拜拜。拜拜。希望有一天能幫助更多人，這是我一個人的願望。其實上個週末有幫朋友帶一場活動，雖然自己的狀態並不好，但也得到了參與者的很多積極反響。在這個過程中，自己確實也感覺到受滋養。我最近有時也會想，也許我把眼前的困境和壓力放得太大了，讓它統治了我的生活，以至於讓我正在錯過一些真正對我自己的人生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。我好像因為這件事而否定了我自己的全部價值，這對我自己並不公平。冇關係，你會害怕，會緊張，都係正常嘅。但我會喺呢度陪住你，我們一齊諗辦法，先接納情緒，再給予支持，讓對方不孤單。第二，無論結果如何，你為此付出嘅勇氣同努力，我都看在眼裏，並且為你感到驕傲。將價值同努力過程綁定，而非最終成果綁定。第三，你唔需要一次就做到100分、60分好，70分好叻。只要你盡力做到，就係最好嘅。降低標準，減輕必須完美嘅沉重壓力。
照顧好自己，攰啦就唞一下。呢個唔係放棄，係為咗行更遠嘅路，我得咗許可，給予對方暫停嘅許可，非常好。第五，喺你懷疑自己嘅時候，請記得喺我眼中，你係一個多麼有力量嘅人，提供一個外在的積極的視角，幫對方看見自己睇唔到嘅優點。一，呢個係你嘅人生，你嘅故事，你有能力為自己寫下精彩嘅一章，賦予對方主角感同掌控感。二，唔好小睇你體內嗰個想變好嘅念頭，嗰個念頭擁有改變現實嘅力量，肯定其內在動機嘅強大。三，你唔係喺被考驗，你係喺主動創作一個更加好嘅自己，將被動心態轉為主動心態。第四，試住將我做唔到改成我暫時還做唔到，呢兩個字會幫你打開一扇可能性嘅大門，提供一個具體的轉換思維嘅語言技巧。第五，去做嗰件讓你害怕嘅事，然後睇住嗰份恐懼一點一點變小，而你一點一點變強。描述一個戰勝恐懼後嘅美好畫面，極具